怎么样？我们根据那个项链的图案找到了这些公司 logo， 你看一下。标公司，一般公司的 logo 代表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，还有就是图一个好照。这个6应该是顺的意思，希望顾客可以安心。查一下他们。已经查过了，这家保镖公司跟如意她老公陈芳林的银行有关联。我们有了新的线索，其中有一个犯罪分子穿了防爆背心。防弹背心，就是说银行跟这个保镖公司签订的是保安合同。没错。那就从银行开始查吧。这里是所有押钞人员的资料，包括所有离职的是吧？是的，其实银行内部对这些离职人员，都会很留心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你等。这个人没离职多久吧？是的，他前一段时间执行的时候受过枪伤，哪个部位？那个部位枪伤。死者曾经被强奸过，但是我们没有在提取的精液里面发现精子。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有2种原因，要么就是因为他的睾丸有功能障碍，要么就是因为某种原因让他的输精管阻塞，最后他的精子没有办法排出体外。我跟你的想法一致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陈芳林负责的 VIP 室吗？好的，请。保安是有我们这个大门的钥匙的。大堂经理，其实最息息相关的是这间 VIP 大门，要进入必须有陈芳林的面部、指纹和虹膜。请。这种门想要从外边强行打开，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吧？那当然。这里面盛放的物品的价值比外面的钱可是高多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重要客户存放私人东西的箱子，而这些钥匙全都在客人自己的手里，很安全的。这种锁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知道一个指定的箱子，还要有一个开锁的高手，3分钟之内，在警察来之前就可以偷完东西成功逃跑。我们排查了银行附近所有的录像监控，这是午餐时间一家餐厅门口停车场的录像。目标出现了。慢一点。回放一下。看不清楚他的脸，发生什么了？哎，你看啊，用刀没有威胁，说明凶手跟陈芳林很熟啊。而且他的失踪时间是在他妻子之后。就是这个人，绰号丧彪左撇子。他曾经呢是一个银行的运钞员，但是在一次任务执行过程当中，枪械发生了走火。虽然防弹背心保住了他的半条命，但是阴囊却受了伤。受伤之后，他做不了运钞员了，改做办公室了。可是就算坐办公室，他也要穿着防弹背心，直到领导要求，他才脱了下来。丧彪在几天前辞职了，他手机停机了，人也消失了。我通过他的通话记录，找到了跟他联系比较多的几个犯罪嫌疑人。这个是鬼奸，有案底，
他曾经在嫖娼之后暴打妓女，他是鱼鳞病患者。他在犯病之后性格变得更加孤僻，平日里出门总是戴着鸭舌帽。哦，对啊，高斌不就说过，犯罪者当中有鱼鳞病患者吗？这个是杨勇，他曾在犯罪团伙中担任老大的位置。重要的是，他曾经倒卖过军火。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，就是这些所有的犯罪嫌疑人，他们都多次联系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索王。索王，就是被你送进去的秦正新。对，他现在还在坐牢。你看，一个拥有 VIP 保险箱的资料，另外一个呢，能够搞定虹膜识别，再加上索王，凑齐了。一个银行盗窃团伙。我认为他们是想绑架如意来挟持陈芳玲，但是我好奇的点在，他们行动都还没有开始，为什么将如意先杀害了，割了脸还抛尸了呢？他们在行动之前应该尽量不让别人知道才对啊，没理由啊，当众抛尸，自相矛盾。如果毁容又毁指纹的话，目的就是要扰乱我们警方的调查工作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啊，可能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划之外，是一次意外。琪琪还在等着爸爸回家呢。时间拖得越久，陈芳玲就越危险。少吃点海鲜，对你不好。不关你事儿，吃你的。说，昨天晚上我不在，你们俩干嘛了？大哥，啊，我们，你是不是把那女的做了？还把尸体抛了，啊？大哥，他妈就急这么2天，你他妈坏了我所有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这事跟我有关系，真的。我看那个女的长得正，我就把她，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现在还像只野狗一样在下水道里捡垃圾。消气儿，大哥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呀把那个尸体啊扔河里了。他妈的河水不结冰啊？啊，河里就一层薄冰，冻不住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嘛。死了没？活不了。活不了，我探了鼻息，那人脸儿都没了，咋活呢？放屁！多少人他妈没脸不照样活？这尸体要是让人看见，不会的，大哥，不会的。这事是没法做了。啊？不做了？不是大哥，我好不容易把那个银行密码搞来了，这再坚持一下几秒，老子他妈说不干就不干了！把那小子做了，咱们撤。都是你们他妈犯傻害的！大哥，不要杀我！大哥，索王来电话了。
能修东西吗？你把我给忘了？我只记东西，不记人。我知道你还恨我。吃饭了？先别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以前做卧底的时候啊，跟这个怂打过很多次交道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一直留意他说话做事的技巧。你以前做卧底，有很多时间去了解犯罪集团当中的每个成员，但这次时间不够。我从别的小组了解到，这个团伙的头目叫做杨勇，做过几次绑票。每一次绑票的人，不是被他分尸，就是毁容，手法非常残忍，疑心也很重。引蛇出洞只有这一条路的，索王是最好的切入点。他这个人平时深入简出，虽然地界上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号，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。而且我跟他长得那么像，我们之前一起开玩笑，说我们可以假扮兄弟。但是你上一次做卧底，差点失控了。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可控的。这个是定位器。一旦和那边人碰头，我会发信号给你，到时候你们冲进来救人就好。被抢完银行，他们是不会做掉的。相信我。
不是你他妈的，能不能别老给我打电话了啊？我他妈告诉你，老子不干了！妈的！你儿子马上要出来了，只要你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让他提前绑定。去年我去监狱里边看过他，他现在学了一门厨师的手艺，出来一定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。托您的福啊！儿子啊，要进的货别忘记买了，早点回来啊。行啊啊！画龙位置消失了，画龙位置消失了，现在立马帮我确认一下他的位置。
上有花。暗黑的陌生，在此刻的空间，黎明前的你，旋转在脑海，散落回忆，冷漠随风旋转。